有。好，嚟挑呢套了。好。蛋饼来喽。好，老板早。走。早啊！我跟昨天一样就好。1号餐肉包跟冰豆浆，对不对？没错好的，没问题啊。阿宝，我包起来哦。小心哦谢谢。等一下啊。好。老板，哎，早安。 3号餐一个，好，3号餐好。饮料热豆浆哦，哦。好的。热豆浆哦，来坐一下，马上。好这，边用嘛啊。对好的。老板，车摆好了。啊，好来，这个1号餐肉包外带啊，3号餐在这边用啊。開彩豆腐趕超好咧。好嚟。哇，这啲嘢哈，来来来，啊，给我一个，来，谢谢，拜拜。老板，我要跟3號餐內用。 3號餐哈，是哦好，先找地方坐哈，马上来。仲有耐心呢，等伊來。媽，時間差唔多咧，我去上課了。細妹去家愛生意，我還有咁多事情愛聽書，不用好就好轉咧，莫亂叫。哦。 好省寧嘅，多多少少上外教，唔怕啦。唔怕，細妹老細奶冇強樣，唔係想愛教就做得到。韓國啊，我身體又唔好，遲年兒係太賤呢，愛做本世界看啊。 嘅炊煙，小暖的天際線，平靜的一年秋天，嘅路紅嘅茶葉，落入乃是田野，唔多比嘅，有個幾行嘅，來來去。 順沙很轉，消散嘅時間，思念一遍一遍，有深有淺，難有你在身邊。琪琪。 我付唔到嚟，我錢我邊送啊？小英兒，做乜啦？你講落一下啦。做乜啦？你先講落一下啦。哎呀，我出門嚟啦。先來看一下啦。做乜啦？我個家教媒合軟體賣出去咧。啊，這賣幾多錢啊300萬。 300萬？有樣冇？有樣。我愛同爸媽講喎。當然愛啊，唔過一定係搶有人講。哎呦，牙路係用暗槍咯。我講啱冇？啊，做唔定啊，我喺送開啦，攞起嚟啊300萬唔看一下？不好意思，吃什么4號餐4號餐桌。好，45，謝謝。那邊你可以坐哈，稍等一下，4號餐。喲，本電都有你呵。唔會啦，唔怕。寒心啦，愛情好吃，你要不快脆燒都不管呢。哎，啊，你管，電話來拿。
唔是啦，你看下用唱好嘞。送他。家门嘅妹呀妹，要乜嘅好食咯？跳舞舞，先生啊，娘子哦，风流做神，做饼哦，做饼啊，做饼哦。小门那心那上，欣赏我的歌。叫我做呀做呀做什么？小门那心那上，路途有几多3800里哟。欣赏呀！条歌大半夜冲2条歌哦，哎呀妹啊就冇欢喜啦啊，吃到爱姑娘也得哦谈恋爱。是讲啊，吉利奇啊，应当聪明呢。自细后就当训练嘅，像讲啊阿爸阿妹啊，用冇根本嘅安好嘅头脑。你们有力气冇一天分啊，天公伯啊，係公平嘅。俺妹冇演技啊，像伊头摆啊，伫那边流浪打工噶哈，俺妹接偷偷的加钱币呢，就希望伊做得加振作起来啊。啊，力气啊，有你俩是阿姊啊，哼，佢啊当有福气哦。聪明，俺真见当下机呢。伊老村伊小叔无奈好大家哈，每挨一求阿爸，本家都转来呢。俺真见对佢当好呢。爱弟，爱弟。古早啊，讲起你起係咪當高分？我係落下來，大家就點咪落下來，本來一上一看。阿江，你是吗？怎麼可能捱咗隻？捱起碼嘅妖魔鬼怪哦！我本單想去潛流江打追股，不過既然你都有事情要講，我就冇唱咧哦。哎，李信，哎呀，冇嘅事情好講啦，坐下來傾下事情哈。當難得啊，有2隻安詳嘅細妹哦，平安2隻獨居老人事情哦，還當歡喜呢。啊，大家，秦龍生啊，就錢啊，老姜買單，來。4杯了，哎，攞啦，是啊，哎，酒你就食到很爽快，偏偏偷呢你就唔食。唔是偷呢，做唔得啊？唔啲係偷呢肉體嘅嘛？根本唔係一種偷呢啊！唔講唔定一下做嘅偷呢，同俺細細時節識到嘅東西完全冇共用呢。還有唔炒嘅快菜豆腐乾，真係做唔得。嘛嘅做唔得，
佮沿兵伫做风枪人学识个，迄唔中意就家己会偷油咩？咪死啊种事情，哪有嘛个错也唔错个？唔知道梦用诶，俺知道事情动态条。我嘛该怪咪死啊！哪有怪咪死啊？伊拄你落就会按用主个啊，并非大摆就是枪枪，系冇？银行咩冇讲嘛个，就一3年这个想。你按买迄咩？按有彩条，刚唔去搞落做啊？哎呀，好嘞好嘞，哈，好懂嘞，冇？好嘞啦。迄年过个米死，迄一位杨妈妈，眼睛卡起了以前啊，哎呀，给什么就出问题了哈。点到个快菜炒豆腐干哦，都係杨爸爸老爱炒嘅啊，我哋個冇搞佢，佢去甲調味出來嘅啊。姑嫂啊，你做得唔中意，做唔得講佢調味啊有問題啊。你哋就是我做乜嘅罵你啊？爱弟爱迄青色，无自己骂太极。不过，爱知道今日做唔得，一直对大家情绪勒索。嘛个情绪勒索啊！我做嘅全部做嘅 video 也张无卡。好嘞啦，啊，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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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妈，用给侬了，妈。阿丽，妈，今天来哦，今天来，妈，爸，阿丽做唔得啊！阿丽演啊！阿丽，阿丽，请你妈，请你，阿丽，买一言啊！来，生意好，生意好。李爷，先是啥？李姐，爸，李姐，你留下来，你先甲问。唔过，好啊，好啊。阿丽，来啊！迄些烧肉好冇？含迄些寿喜烧，我上爱食到清饱。都好啊，看啊，无咯，迄些火锅好嘞。四期几片有2间好食嘅火锅，你想是哪间啊？麻辣。也想结婚。我抢迄门上是那间火锅店呢？我想帮俺妈妈给养好起来。有人讲结婚做得从喜，爱弟也可能躺起来当好笑，没冇本心理准备。唔係老爱结婚嘛？唔过唔係靠到二季。我唔讀咧，一下博下使用嘅。係講真勁愛結婚吼，
一唱要做唔得按凊彩哦。我同阿爷阿姨讲一下啊。唔識笑啦，我做得興麻爸爸，本我同杜家種，我唔會本唔了到啊。我一下到底係本人求款，還係買款啊？唔係啦，真係冇講。佢唔想是乜解？金子帶一半，本人嘅感情唔會散；金子帶落大，本人一條稻米好多大。啊，你先拿在站旁邊哈，將俺的信用公坐下來。喂，係嗌嘿？笨蛋，聽解下個冇貨嘅係嘛？佢做乜龍蝦？牙齒結婚，我攀後來當初。錢嘅事情係要負責啦。好，親愛，好什麼哦？好，拜拜拜拜。嗰度係請人哋闖入來，同人哋細路帶拍練，誒。好。拍練帶金金，日後都穿萬金哦。50萬金，小林也就好嘞。捱唔啦嘛？為到也找不卡，我結婚結到緊促促嘅，結果咧，沒冇從意到啊，媽還過死你啊！你前輩隨時前把仔，我送嚟做乜嘅十款？係些。我唔知你係為媽媽爭結婚，歹勢，我自家發散筆。哎呀！你家長一道聲啊，攏了解。啊，算了啦。老狗屎的啦，也分蠻厲害的，那就注定唔會幸福啦。幾輕愛啦，也屁咯呐，爸啦用數給想嘅。哦，咁唔係，我聽人講過，我係說不成咧。哦，還忙出世，媽媽就抽到癌症。出世過後，媽媽出去做化療，後來又徛起來，又過去做化療，nen骨切體行很唔會好。唔講唔係注定冇幸福嘅人，跟愛就係不應該存在的人。原來人差唔多嘛，用眼水啊，點啦？哎呀，兄弟姊妹啊，同花講出了哈，等好啊，各是兩筆了啊。人家講老子，其他冇生意的呀。
是谁都太全不起的。老张，也就对头摆事都也下，咩事都冇变过呢。我头那个咩事就变了。我卡嘅头呢会变到暗好啥？哎呀，我去用个做法听听啦。没有你呢，好食了种米线啊？唔会，我讲几百摆咧都冇人爱信哎。好，耐心啊，耐心啊。难死都会死，难死都会死哦，都行，我都冇爱死条呢。哎呦，你两三用个暗用呢？你还挨副卡哎？哦，最多暗用啦。昨天也不卡睡梦啦。哎。哦。1、2、3、4、5、6、7、8。1、2、3、4、5、6、7、8。哎，我讲秦洛先生啊，做了种体操啊，可以本人身体康健呢，唔系准备去吃人병火啦。哦，你看，颜面哦，暗粗哦。还巧嘿伫咧想哦，也神女按兵哦，都带留下嘛嘅喏。点可以讲会卖嘅，肉嘅两下要好费啊。冇，卖点啊，迄错嘅啦，做卖啦，都爱卖啦，卖了有钱哦，利益同存疑哦，你审犯哦，就冇问题啊。你可听夹到抢爱钱吗？冇听错哦，夹到嗰个是要其他嘅东西啊。冇其他的东西啦。给卖店的事情哦，唔习惯啦。我早冇去管亚豆腐卡嘅事情啦，我都巧好咧。唔讲嘛嘅啊？冇啊，冇嘛嘅啦，冇打最久嘅啦，继续做体操。我讲哦，会退唔过起来哦，来啦，做2种嘅，2种嘅啦，起立起经验工也最起好看，根本就我别乱做嘛。因为，你阿爸嘅体哦较顺啦，唔啲老人家做得接受冇？一下越来越多人好食高蒜米，应该冇问题啦。唔过试看啦，好冇？好，我个试一摆哈。无点操啊，蒜米冇爱上去暗虫哦。冇用啦，我个做另外一种饭。
哦，叔公，我看哦，无奈好空呢，阿咪个爱，万奈都黑。你哋哪会做马街呢？啊？来读书，还来打工啊？这。有哦，雕塑工作室打工哦，下礼拜可以私了，我董启泰呢。还好啦，莫听用讲诶，假戏哈。哦，阿勇爸，是你啊？安尼对好啦，给某个事情啦，大哥让你讨论一下啦。给别的事情，你听我做马街嘛？别说讲，别说讲。你牙齿是按钮哦，就会哦。陶哥，来宾下来，来宾下哈。这个是和面团的机器啦，哈。这个是烤炉啦，胎炉啦，这些是磨豆子的设备。我们这里的东西哦还算新啦，都可以用，很好用。哈哈。咦，恁的豆奶即马甲家己用手工过滴哦，毋是拢有机器啊吗？这没得用了，没得用了。这个布哦没有再用了啊。做乜干啊？这个台南适合的体位哦，做出来哦，真好呢。无听错啦，你下体位嘅品种哦，老头摆无穷样咧。古时候哦，大众哦都会吃看呢，看哪一种做出来哦，真好食。你想的好师傅，大众体位啊，都爱试一摆，米西系咪？你记得咯？当然啦。唔做挑呢哦，做嘛嘅唔先老外讲啊。因为爱吃到爱素呢，比你还较好。喏，真嘅呢，傻批呢。阿生哥啊，你还记得那头摆哦，王师傅用鬼腿的黄头哦打你头那个事情，你还记得冇啊？那有可能唔记得呢。cái黄头哦，一粒啊，看起来冇嘛嘅，撞呢而太好哦，同石条抗用呢，打到挨哦，痛死咯！韩国，万黑你啊，唔通师傅嘅花啦，头位哦，冇好好摸。你想咩？用黄头打系咪？唔是，哦，头摆哦。老人叫我本人发了很老，奇怪呢，明明头男呢黑你唔去上班，那做嘛该大半夜就会停在你本人发嘞？啊？几多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哦？爱哦，当记恨哦。阿公叔公，唔对哦，你做乜嘅啊？做条年呢？古时候几摆做条年做到出货啦，完全就会眼问题啊！你看老师傅演法，你啊下面推，师傅很爱，有彩条秋末路，佢
伫都安尼讲啊，会拄安尼做咩？哦，你俩这样人啊，你汤姆斯师傅讲的话，还给你调试为老师傅看戏。哎，蛮香的，我看。嗯，有那个鼠尾草的味道。错哦。哎，超可爱的。这是什么？这4颗眼就像 iPhone 15哎，镜头会这样。4颗。是，你在那边乱讲话。哎，阿公老叔公，你个做跳呢哦。Về Việt Nam đi con, vợ chồng con cũng mất rồi. Dắt con Thư về nhà mình, vậy cũng thoải mái hơn mà. Thư nó sắp đi đại học rồi ba. Giờ con muốn về con cũng đâu có về được. Về đây cũng học đại học được mà. Có tiền bảo hiểm của chồng con cũng đỡ phải lo tiền học của con Thư nữa. Với lại về nhà mình cũng có phải tiêu tiền gì đâu. Thư nó học y á bà, nó muốn học bên đây. Con đâu muốn ép nó thay đổi gì đâu. Dạ. Mẹ. Cứu mẹ, cứu mẹ.喂， Nhóc nó trong nhà. 喂，阿公老师公一下啲嘅做乜嘅？俺用不地，一撞來哦，就看到幾條懂無限嘅用嘅啊！唔好每一下下，冇咗一躺一下佢就啲做乜嘅啊？阿公唔係見朝廷講嘅老點嘅書體，係做乜嘅頭呢？俺愛內門，幾條一下哦，完全就沉浸在兩人世界裡，俺很用誒。阿媽，我有辦法嚟。俺先去無限哦，等下再講好冇？我冇係咪嘅？你等一下就啲嘅啦。好，拜拜。cứu mẹ, cứu mẹ, ngài cho đây lo人家輸幾冇？ Anh Tiên à, bà đợi con tí xíu nhận lương điện lại cho con nhóc ấy. Dạ, có gì gọi lại bà sao? Dạ. cứu mẹ, ngài等下我去吃飽啦，唔可能。嗯，好。来。哎，冻熊呢？啊？冻熊哦！哦，冻熊啊！哎嘿嘿嘿啊！哎来来，多点多点哦。哎，嗯。妞，吃补有事吗？再來啦，溝通咩講清楚呢？ Yes。你就講咩？包羅阿用數，哪有可能唔可以掂？啲嘅叫乜嘅？
哎呀，陆风馆超新颖。哦，那老火呀，每张账号亮印嘛，让人又有问题嘞。东西 Q 嘞，当然有问题嘞。啊，要不按样呢？这个屋主呢，跟我是骂起，看可不可以交代哦。最重要的是你们有没有喜哎，阿勇啊，你还记得无？要去红馆哦，去马个时间呢，改装的呀。59年，比如22年咯。唔系，30年呢。30年按久哦。嘿，阿玲哦，都是都有旅行嘅时间。哈，错，我想起来嘞，今年嘛，你不用下4年，老外俩只问题的哦，你用公婆哦出国去了啦，是啥做人哦？你干嘛嘅啊？你有看到没？你有看到没？嘿，哎呀，你冇看到啦。哦哟，千祥嘅爱心早餐来了。哎呀，来啦！又是豆浆，我不要喝豆浆。唔可以食挑奶啊！哎，牛奶啊，本上有奶好吗？不要。徐丽琴，你快点吃，要迟到了。妈妈都会做松饼加蜂蜜。松饼嘅阿叔叔唔可以做啊！希望安尼好嘛？阿叔哦，带你出去食啦。好。不行啦，要上学。上学啊？有乜不行啊？唔怕啦，今日咯，不用了，阿叔叔就带你出去了。好，嘿嘿嘿。可以吗？你有乜不行？我开冇太人，阿叔做主。傻啦，来。奶就唔信啦，吼！我等我指你下流沙。啦，乖乖说嘛哈。金钱要白。哎呦！今天刚好调班用。咁樣咧，很重要啊。兩個冇行落先哦，係啦，注意了哦。生意你俾我卡幫嚟做，我用知道我命安排，知道，是個點來？安子誰啦？你做乜嘅花系列啊？你做啊！登錄啦！我捱咗啲啊，真要良心啊！今年天有嘅茶米啊！當好呀！要做得，要好。你唔是假嚟啊？來看哦，唔叫東歡喜呢。韓國大家下唔到先生啊，先生講李琦同李儀都冇去好考呢。咩？唔通嚟講。嘅生意嚟哦，可能要睇人注意了，我驚嘅我不平衡啊！韓國講哦，你讀書哦，當然都有機會咩？了一下唔怕啦，我確定會亂咩？我哪有？公司要有東西啊！韓式冇個事嚟啦。對啦，懂我叔叔誒。哦，叔，莫大風嘅。你的好了。啊，揀用。謝謝啦。有冇做唔得？好啊，吃飯啦。來。哦，我呢度同揀用符啊。哦，
啊，你差不多7点钟过来拿。我买一杯豆泥啊，一份水板。好。水板，再加吗？嘿，再加。下蛋姐。哎，加谁啦？加谁啦？哎，水板先好你啊。趁少食吼。哎，了解。头家，哎，这水板是直接安尼食，还是会当加什么温料？啊，阮这啊，豆干韭菜炒酱油啊，阮这哦最好食呢。啊，若是要食较咸的哦，再搁有辣椒酱，啊，辣椒酱啊嘛是阮家己炒的啊。教练呢？麻烦者，烧饼给我一份。烧饼啊，嘿，恁的烧饼好食。好，随来，好，烧饼就好啊，好。嗯。哎，这烧饼啊，多谢。好，谢谢。哎呀，还老板贵哈。呢，用完了，用完了。阿三哥，哎，走，吃什么2个菜包，1个饭团。 ？2个菜包，1个饭，外带哈，好。没有啊，石头没抢你给东西啊。没啦。饭团哈，来。哎，今天吃什么？俺又有生了。真给。外带哈，好。真给哦。今天比较晚。太冷啦。哦，对吧？哎，啊，没啦，哎，拍者。阿丽。让他走，用边都安坑你。刘行用了嘞，冇事情了哈。哎呦，阿三哥，哎呦，怎么按你呢，阿三哥？哎呦，怎么突然养伤了哈？哦，哎呦，没，跟条没有做生理了啊？哦，实在真有天数啊。现在太低型嘅年哦过来啊，正好天棚，其实没办法呐。好啦，技术先来处理，先来打电话，来打电话哈。哦，好了。哎，你生意哦，生意好了。哎，宝贝啊，你家味素唔错嘞哦。唔爱，搁上一拜公司喺物街，搁听听诶，算一拜嘛。你这里算错了啦！梯形是上底加下2乘高除2，你直接下底乘以高，当然会错啊。我自己会改啦，你不要在我的作业本上乱画。好啦，吉利奇他会，你让他自己算。阿丽。嘿。太低型嘅年啊，来报价啊。做下账号，店面总房，各家送10批，差不多还你10万。按多少钱啊？你看还有哪位爱过改无？恁迄件都讲好咧，生意呢底下功课。乖乖下功课哈。
阿生，有关中风嘅事情，我妈妈问讲，做得莫也下做么？先老天盘固定好就好咧，等生意嘅姜咧，过来做其他嘅部分。做毛搞一点啊？人讲态度是做唔得做工厂啊。不过，我妈妈咩啲，因为做生意，故说佢张想讲用轻简单嘅方式来做就好咧。一种中风哦，爱做就一摆做，一只做下嘅情形啊唔好，根本冇办法做生意。你就唔是小啦，你就会哦，迷信听听啦。唔是小啦，阿玲。看啊。好啦。哎呦，你好嘞嘛？好啦好啦，你看啦。哦。哎呦，风大了，我天数了。哦，来来，来来，哎来。好。哎呀。坐哪里？坐哪上来了。爸爸，你看我有麦当劳。哦。麦该，哎呦，仲强啊！阿爸都冇试过呢。本爱试一下好嘛？哎，乖。我当当去买嘅，等冬酒呢，也系唔掉嘅。哎呦，哎呀，暗号哦。是1号餐2号餐哦，1号餐2。哎呦，也没动过耶。嘿，真经冻贵。唔用啥，大家一下广告啦。好。给啊，李下师啊。来是啦。俺唔是说讲呢，也有三个动好食呀。正眼好食嘞，吃过来啊。哎呦，哎，这个哪用的啊？哎，唔系啊，有小爱问，原来杀鸡嘅土团，用啊，超流麦当劳强用。拖船。阿生哥，哎，你真係聰明嘅。我意思講，阿媽嚟殺雞拖船嚟賣嘅嘛。哎，希望長州啊，按照種嘅漢堡啊、三明治啊、冷茶、鳳茶啊，都落呢嚟賣啊，好上嘅哦，好食嘅啊，春費咯，啊，我冇愛啊，我想愛啊。买清传统的中式祖传，那就好啦。做人下步的事情啊。我知道阿生讲嘅冇唔错，因用生挑年店，把配件挑年店冇强用嘅就系，因有客家面。客家面。一天我继续保持。錯個，因佢是開店所以揀出嚟客家面，我真唔記得咧。哎呀。下年也對吼，上較多。好啦，建築繼續堅持那客家面，繼續做賣阿姨。好。韓國啊，就算冇記到漢堡三明治，因還係做得自家做啊。乜人講小餅挑人一條，就做唔得做拖船來賣。哎呦，我又冇想到咯。一兩廣播還有想法咯，天作慘敗哈。你看做得哦。殺雞係講點拖船，挑人也係面呢，做得平橋。安尼，人下就會知道東山的貨。
哎呦，算你福哦，这个买进多东西哦，安尼好，安尼好，嘿。给粮食啊，都可以你讲，要卖偷船。哎，老太家咩事哦？太家的树啊，都扛起来。哎呦，起价要答应要卖的啊！热泪热泪砸半年，热泪流来一家片。一路热泪热泪砸本爱，热泪吃破带上去，向都厉害。含笑发。小法，柳树寒风